警匪题材电影一直是电影市场上的一大热门，正邪之间的斗智斗勇，警匪之间的火爆打斗，无一不吸引着广大观众。那么，2024年最新上映的警匪电影有哪些？2024年代上映警匪片哪部最值得期待？下面细说，小编就根据 CN10CMPP 大数据为大家分享2024年最新警匪电影排行榜。除了正在热映的警匪佳片，还有不少正待上映的警匪新片，看看你最想看哪部？临时结案。临时结案是由尔冬升监制，麦启光执导，郭富城、林家栋、任贤齐等人主演的警匪犯罪电影，于2024年1月19日全国上映。该片讲述两个颓废中年兄弟慕容辉、丽水计划抢劫，却意外被悍匪梅蓝天搅局，阴差阳错间三人临时组队，不料钱款早已被捷足先登，一时间匪徒各怀鬼胎，互相吞并二养蜂人。养蜂人是由大卫·阿耶执导，科特·维莫编剧，杰森·斯坦森主演，杰瑞米·艾恩斯、艾美拉·威尔·兰普曼、鲍比·纳德里、乔什·哈切森参演的动作惊悚电影，于2024年1月12日在中国大陆、美国上映。该片讲述克莱在乡下养蜂，平静度日，与其交好的房东奶奶帕克被一场网络诈骗卷走了所有慈善筹款，崩溃自杀。克莱获悉真相后，孤身勇闯，诈骗集团复仇。冰雪大围捕。冰雪大围捕是由柯博龙执导，惠东担纲总编剧，樊少皇、施彦能、李志、程砚秋领衔主演，杨正、王千航、王新曼主演的警匪涉案动作电影，于2024年1月10日爱奇艺全网独播。该片讲述了在白雪皑皑的东北，一场当街持枪凶杀案引发出一件错综复杂的大案。海关战线。海关战线是邱礼涛执导，张学友、谢霆锋、林嘉欣、刘亚瑟领衔主演，吴镇宇特别出演，关之斌、袁富华、黄景深、米雪、石修主演的警匪动作片。该片讲述了中国香港海关调查员周正礼与秦童师徒的上司张尹南在联合侦办一宗军火走私案的过程中，遭遇海外势力暴力袭击的故事。怒火蔓延。怒火蔓延是由郭子健执导，郭子健、林伟俊、邓丽琪编剧，刘德华、谢霆锋等主演的犯罪动作电影，于2024年上映。该片讲述代表香港的警队行动总指挥官方荣胄在警队声誉达到巅峰之际，迎来了一场职业与人生的双重危机，而制造这一切危机的竟是多年未见的阿秋。再次相遇，阿秋变成智恶，罪犯将香港陷入巨大危机。犯罪都市4。犯罪都市4是由许明星执导，马东锡、金武烈、李东辉、李主斌等主演的韩国犯罪动作片，于2024年在韩国上映。该片讲述为抓捕国内最大的非法线上赌博组织挂无刑警马西道组成网络调查队和专门小组携手侦破案件的故事。危机航线。危机航线是由彭顺执导，刘德华、张子枫、屈楚萧领衔主演的犯罪动作灾难片，于2024年上映。该片讲述国际安保专家高浩军搭乘有空中巨无霸之称的特大豪华客机 A380 首航，途中遭遇暴徒劫机，高浩军挺身而出与暴徒周旋，与藏在人质中的女儿小军里应外合，联手化解一场惊天危机。绝地战警4。绝地战警4是由阿蒂尔·埃尔阿比、比拉勒·法拉赫执导，威尔·史密斯、马丁·劳伦斯等主演的犯罪动作片，于2024年6月14日美国上映。该片讲述 Burnett 在与 Laurie 闹翻后离开了警局，成为了一名私家侦探。Laurie 正在经历中年危机，与一个傲慢但忠诚的年轻搭档打交道。反派是一个阿尔巴尼亚雇佣兵，为了给死去的哥哥报仇，他向 Burnett 和 Laurie 两个前搭档展开攻击，闹别扭的两人不得不重新组队对抗恶势力。守缺者。守缺者是由陈木胜监制，唐维汉执导兼编剧，古天乐、张家辉主演的警匪动作电影，于2024年中国香港上映。该片主要讲述了香港警队内务部年轻警员小石奉命做卧底，搜集缉毒组车督察，私通黑道证据，石却坚守法治，正邪对决的故事是《热血燃烧》。《热血燃烧》是一部警匪动作电影，原名为《孤战》，由钱国伟执导，陈小春、冯萌萌、谢天华、朱永棠等领衔主演，秦沛、林晓峰特别主演。该片讲述了几个出生入死、义薄云天的好兄弟齐心将强大的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热血故事。此次香港经典兄弟天团的重聚，勾起了广大影迷的回忆。而相比以往的警匪片，《热血燃烧》影片中将有更多贴身肉搏、精彩刺激的动作戏份，